第9章，耶稣过去的时阵，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痴迷的。学生问耶稣讲：“rab比，这个人生来是痴迷的，是一罪犯罪？是这个人呢？是伊的父母呢？”耶稣应讲：“也毋是这个人犯罪，也毋是伊的父母犯罪。”是要伫伊的身顶显出上帝的作为。趁着白日，咱的确着做迄个找我来的工，黑暗暝得要到，就无人会做工。我伫世上的时阵，是世上的光。耶稣讲这个话，就配烂伫涂骹，用烂甲涂抹伫痴迷的目睭顶，对伊讲：“你去西罗亚的池去洗。”西罗亚翻译出来就是红车犬。伊去一个洗，越头就看见了。伊的厝边甲遐个素常看见伊是讨饭的，就讲：“这毋是迄个从前坐伫讨饭的人吗？”有人讲是伊。阁有人讲毋是，却亲像伊家己讲是我。因对伊讲：“你的目睭是怎样开的呢？”伊因讲：“有一个人名叫耶稣，伊用土抹我的目睭，对我讲：你去西罗亚的池去洗。我去一个洗就看见了。”因讲，迄个人伫倒落？伊讲，我毋知。因将从前痴迷的人带到法利赛人迄位。耶稣用土开伊的目睭的日子是安息日。法利赛人问伊是甚物得着看见呢？痴迷的对伊讲，伊将土抹伫我的目睭顶。我去一个洗就看见了。法利赛人中有诶讲，这个人毋是对上帝来，因为伊无守安息日。阁有人讲，一个罪人怎样会行这款的新家呢？因就起了纷争。因阁对痴迷诶讲，伊既然开你的目睭，你讲伊是怎样诶人呢？伊讲是一个先知。犹太人毋信伊从前是痴迷，后来会看见，等到叫伊的父母来问因讲：“这是恁的囝吗？”恁讲伊出世是痴迷的，现今怎样会看见呢？伊的父母因讲：“伊是阮的囝，出世就痴迷。”这是阮知影，到底伊现今怎样会看见？阮却毋知，是一罪开伊的目睭，阮也毋知。伊已经成人，恁问伊吧，伊家己的确会讲。伊的父母讲这个话，是惊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已经议论定着。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，要将伊赶出会堂，因为安尼，伊的父母讲，伊已经成人，恁问伊吧。所以法利赛人第2摆叫迄个从前痴迷的人来，对伊讲：“你应该将荣耀归乎上帝。阮知影这个人是罪人。”伊讲。伊是罪人，毋是，我毋知。有一项代志我知，从前我是痴迷的，现今会看见。因就问伊讲：“伊向你做什么？是怎样开你的目睭呢？”伊应讲：“我拄则甲恁讲，恁毋听，为什么阁要听呢？莫非恁也要做伊的学生嘛？”因就骂伊讲：“你是伊的学生，
阮是摩西的学生。上帝对摩西讲话，是阮知影的，只是这个人，阮毋知影伊对倒落来。迄个人因讲，伊开我的目睭，恁竟然毋知伊对倒落来，这真是奇怪。阮知影上帝无听罪人，只有敬奉上帝、遵行伊旨意的上帝才听伊。对创世以来，未捌听见有人将出世是青面的目睭开啦。这个人若毋是对上帝来，什么也袂会做。因讲，你全然生伫罪孽中，搁要教示阮吗？对安尼将伊赶出去。耶稣听讲，因将伊赶出去，后来拄着伊，就讲：你信上帝的囝吗？伊因讲：主啊，一罪是上帝的囝，叫我信伊呢。耶稣讲：你已经看见伊，现在甲你讲话就是伊。伊讲：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耶稣讲：我为审判到世上来，互未看见的通看见，未看见的反转青面。甲伊伫遐的法利赛人听见这个话，就讲：检是阮也青面吗？耶稣对因讲：恁若青面就无罪，总是现今恁讲阮未看见，所以恁的罪犹搁伫咧。